係咪等咗我林三文好耐啊？嗱，其實咧，我係一個咧係歌齡尚淺、年紀唔輕嘅歌手嚟嘅。咁啊，可以叫我做高齡嘅歌手。嗱，高齡歌手有一個好處喎，你諗乜，我全部知道晒。我諗乜，你哋一清二楚，啱唔啱？大家都係咁上下個年代，係咪？講返我哋少年15、20時啦，每一個人都有個初戀情人嘅，我都有。我初戀情人呢，哇！一個甲子年之前已經出現嘅。好多時候我哋要諗返個初戀情人，我哋到到今時今日會有時候有啲説話喺度諗緊，如果我當時見到佢，佢又見到我，如果我好好咁把握咁珍惜，你估我今時今日嘅姻緣會係點啊？嗱，如果我當年抱緊眼前人，一笑的愛，一生的恩，儘管最後如同過路人，捨不得不愛，巴不得一世，唯願抱緊眼前人。